丙午年初七，新春開工第一天，台南市長黃偉綽帶領3位副市長，向佇咧民治、展文以及永華市政中心的同仁拜年，祝福金馬有錢。現場除了準備應景的柑仔、糖仔餅之外，黃偉綽也閣特別他給發送乖乖。拿回去哦，就放在你的辦公室，放在你的影印機上哦。這個綠色才有用哦，撕掉沒有用哦。就放，希望大家公務上都平平順順啊，機器都乖乖，然後這個民眾來洽公都乖乖哦。大家事務好，公務上處理都乖乖。希望市政佇咧新的一冬會當乖乖順利運作，繼續提供市民上好的服務，讓城市持續進步甲發展。市長黃偉綽嘛講到，過年期間台南市的觀光旅遊人潮表現。這個旅宿的住房率不是訂房率，是住房率，實際有來住的已經超過80%了哈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熱烈。尤其前3天的寶可夢，那前3天從初4、初5、初6都是住房率訂房率超過90%以上，所以說非常熱。這充分見證了台南真是一個旅遊活動啊，這個吃美食的好地方。接下來還有台灣國際蘭展、孤獨馬拉松等多項活動將要展開，市長歡迎大家做伙來到台南佚佗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